好多人咧都想創業，但係又驚租金貴，又驚冇人流。今日咧就帶大家去睇一個超適合創業開鋪頭嘅好地方，跟我嚟啦！由鰂魚涌地鐵站 A 出口出嚟，沿住英皇道一直行，過對面馬路，大約行5分鐘就到。就喺呢度啦，就係鰂魚涌英皇道嘅萬利潮坊 Many More。呢個係一個潮流概念嘅商場，分唔同主題，特別歡迎中小型商戶同埋初創品牌進駐。而家正喺度招租緊，聽講價錢都好親民。嗱，我而家咧就入到嚟萬利潮坊 Many More 呢個商場入邊啦。咁啊，聽講啦，呢一度咧係分為5大專區嘅。我而家同大家去睇下。據講咧，呢個商場設有5大專區，分別係餐飲小食、生活服務、健康美容、教育培訓同埋精品服飾。入去行咗個圈，呢度架好晒唔同大小嘅鋪頭，仲有估唔到嘅共享空間，包括有舒適用餐同休息區，仲有小朋友放電區。嗱，我哋咧就入到去其中一啲鋪頭咧去參觀一下嘅。咁啊，帶大家嚟睇下啦，都有一定嘅空間感啦呢度。咁見到我身後面呢，就有一啲電商啦，有咗3商店噶啦，亦都有啲插頭。同時咧，亦都見到咧可以安到來去水位嘅，有晒洗手盆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大家咧係想做一啲美容啦、美髮啦，或者甚至係一啲街頭小食啦、茶飲啦，都有晒基本嘅設備噶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慳翻一啲前期嘅裝修時間同埋成本㗎。呢度都開始有啲鋪頭進駐，包括美容院、服裝店，仲有教琴、中醫等等。呢個商場係連接萬利廣場，所以有2個出入口，另一個入口都係喺英皇道。附近有民生區，所以人流都好旺。交通方面都好方便，門口就有小巴同埋巴士，上落車都必定睇到。好啦，參觀完呢一度咁靚嘅地方，你係咪都想嚟睇下呢？如果你想知道呢度租金幾多錢，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，又或者聯絡我哋，同埋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